先問你一個問題，你手裏那杯翠綠到發光嘅抹茶，有冇諗過佢點解可以貴到咁離譜？最頂級嘅抹茶，1公斤要價可以衝到幾千蚊美金，係普通劣質綠茶粉嘅20倍以上。更誇張嘅係，你兜你那一小勺，幾秒鐘就喺水度化開嘅綠色粉末，背後係一整年嘅等待。塊葉要喺茶樹上面長足1年，要喺黑暗裏面俾人冚住整整1個月，摘落嚟之後，仲要擺上一台花崗岩石磨，慢吞吞咁磨，慢到咩程度？一台石磨開到盡，成個鐘頭都只係磨到大約40克，啱啱夠你沖幾十碗茶。而就係呢1-2年，呢啲綠色碎碎仲鬧出一單世界級大事，全球抹茶荒需求喺5年裏面暴漲咗將近8倍。日本好幾間百年老店喺2024年下半年宣布限購，甚至暫停銷售。全世界嘅咖啡館都為咗搶一罐抹茶，愁到頭髮都白，一片細細嘅樹葉，點解會今季緊俏到呢個地步？今日我哋就鑽入呢間1年只忙1季嘅抹茶工廠，將幾個你可能飲咗好多年抹茶，但從來冇認真諗過嘅問題，一個一畫俾你睇。點解抹茶樹要喺黑暗入邊長葉？點解頂級抹茶1年只能採1次，仲要用手指去摸？同埋最扎心嗰條，你花大價錢買翻嚟嗰罐儀式級抹茶，會唔會根本唔係抹茶？喺入工廠之前，我哋要先搞清楚一個最基本，但你好可能一直忽略嘅問題：抹茶到底係咩？答案好簡單，抹茶就係一種綠茶，但佢同我哋平時飲嘅綠茶有根本性嘅區別。普通綠茶係用熱水泡啲葉，飲嗰泡茶湯啲葉，最後係要倒掉；而抹茶係將成塊葉磨成極細嘅粉，連粉帶渣全部飲落肚。講白啲，飲一碗抹茶就係將成塊葉食晒落肚。正因為係連葉食，佢對原料同工藝嘅要求就比普通綠茶高出一大截，同時都意味着葉入面好嘅成分，連帶咖啡因呢啲要留意嘅嘢，你會一泡過飲晒入去。呢點我哋留到最後再傾。飲法都唔同，抹茶唔係用泡，而係將粉倒入碗加熱水，再用一支叫茶邊嘅小竹刷快速攪拌，打出細密嘅泡沫。呢種飲法喺日本流傳幾百年，同茶道緊密纏埋一齊。京都宇治係最有名嘅產區之一，嗰種茶歷史好長。今日市面上好多高級抹茶都出自嗰頭，但抹茶真正值得講嘅唔係名氣，而係佢身上嗰套近乎苛刻嘅工藝。由茶園點樣遮光、嫩芽幾時採，到最後用咩去磨，每一步都直接決定呢碗茶嘅顏色、味道同價格。我哋而家一步一步走入工廠，睇下普通一嚿葉到底點樣俾人折騰成嗰一勺金貴嘅翠綠粉末。抹茶嘅故事唔係由採茶開始，而係由遮陰開始。採收前大約20到40日，即係3到6個禮拜，茶農會用黑色遮陰網或者傳統稻草棚，將成個茶園嚴嚴實實冚起，擋走高達90%陽光，俾茶樹喺半黑暗入面生長將近1個月。呢一步係抹茶同普通綠茶最根本嘅分水嶺，都係佢一切風味嘅源頭。點解要咁樣折騰？因為光照會徹底改變一塊葉嘅內在。茶樹一旦俾人搶走陽光，就會拼命製造葉綠素求生，於是嗰啲葉綠到發光。呢個就係抹茶嗰抹翡翠綠嘅嚟處。更關鍵嘅係，遮陰會令葉入面一種叫茶氨酸嘅物質大量累積。茶氨酸就係抹茶嗰股鮮甜回甘，帶住少少海苔鮮味嘅靈魂，亦係飲完之後令人覺得平靜專注嘅功臣。與此同時，造成苦澀味嘅兒茶素會減少。換言之，遮陰等於用黑暗將一片葉嘅苦澀換成鮮甜。仲有俾遮住光嘅葉子
為咗爭搶嗰一點光，會生得更薄更嫩，啱好適合之後磨成細粉。而遮陰用咩材料遮幾耐，本身就係一門玄學。而家大多數茶農貪方便用塑料網，但少數堅持古法嘅匠人依然用純手工編織稻草棚，話係令光線更柔和均勻，比頂級儀式級抹茶用嘅茶樹遮陰時間甚至可以比建議時長多出1倍。差嗰幾日，葉嘅風味就可能完全走樣，一片葉仲未採落嚟。佢有幾珍貴，其實喺呢1個月嘅黑暗裏面已經注定咗。挨過1個半月黑暗，就茶園迎來1年入面最關鍵時刻春採。頂級抹茶只用每年春天第一批新芽，也合本人叫一番茶。通常4月底到5月初採收。呢個係茶樹挨過成個冬天，將1年儲落嘅養分全部谷到枝頭嫩芽上嗰一刻。茶氨酸含量最高葉最油纖維最少，採茶人只會測最頂端嗰1-2塊最嫩嘅芽葉，下面啲長老咗變粗變苦嘅，唔要留翻去做普通綠茶。更講究嘅係最高等級儀式級抹茶採葉係100%純手工，熟練嘅採茶師傅甚至唔使靠眼睇，指尖就係世界上最精密嘅尺，一捏就知呢塊葉夠唔夠嫩，夠唔夠格。產量大啲嘅料理級抹茶，先用手持採茶機，效率比人工高4到6倍，但機器只能固定一個高度，冇辦法好似手指咁單獨揀出風味最巔峰嗰一片。仲有個魔鬼細節藏喺時間度，葉一旦離開枝頭，體內氧化反應就開始倒計時，所以採落嚟嘅鮮葉必須大約1到3個鐘頭之內火速送入工廠，送到之後都唔可以堆埋一齊，要攤薄薄喺傳送帶，甚至用風吹涼，免得啲葉自己悶出熱氣提前變質。抹茶嘅珍貴，由佢仲係一片鮮葉嗰陣就已經喺度同時間賽跑。鮮葉入到工廠，要喺變成嗰勺翠綠粉末之前先闖3關。過完3關嘅佢，有個你可能未聽過嘅名叫碾茶。第一關蒸，鮮葉一到即刻用高溫蒸汽快速蒸過，短短20到40秒啊！呢步行話叫殺青，係成個工藝入面最分秒必爭嘅一步，目的係用高溫瞬間殺死葉入面負責氧化嘅酶。如果唔蒸，啲葉就會好似紅茶咁慢慢氧化發酵，變黑變褐，就係呢度蒸汽將嗰抹鮮活翠綠同清新草本香牢牢鎖喺葉入面。呢個都係綠茶同紅茶最根本嘅分家位。綠茶靠蒸或炒去殺青補，綠紅茶靠發酵變紅。第二關烘乾，同我哋熟悉嘅綠茶好唔同。做抹茶嘅葉全程唔揉唔捻唔搓成條，而係攤得平平，送入多段式熱風烘乾機，約80到100攝氏度慢慢烘乾。咁做係為咗抽走水分，同時最大限度保住葉脆弱嘅細胞結構同葉綠素。有啲老茶廠甚至仲用緊一座差唔多100歲嘅老烘爐，話係俾茶葉烘出一股獨特嘅焙火香。第三關去莖去葉脈，烘乾之後嘅葉會經機器反覆震動風選篩分，將比較粗硬嘅莖梗同葉脈通通挑走，睇剩最薄最嫩嘅葉肉。因為哪怕淨係殘留一點點莖梗，磨出嚟嘅粉就會變粗糙變苦。行完呢3關，剩低嘅係一堆輕到似羽毛、綠到似翡翠嘅葉片。但記住，到呢一步為止，佢都仲唔可以叫抹茶，佢正式個名叫碾茶，只係抹茶嘅半製成品。真正點石成金，令佢脫胎換骨嘅最後一步，喺後頭碾茶變成抹茶嘅最後一步，亦係佢之所以貴得離譜嘅核心。秘密就藏喺一台古老嘅石磨入面。你可能以為磨粉嘛，工廠梗係用高速機器幾秒搞掂。可恰恰相反，真正頂級嘅抹茶依然用一種喺日本傳承咗800幾年幾乎無可替代嘅工具——花崗岩石磨。
佢由上下兩塊圓形石盤組成，下面嗰塊唔喐，上面嗰塊極慢極慢咁只朝一個方向轉。石盤表面手工鑿刻出嚟嘅螺旋紋，會一邊磨粉，一邊將粉慢慢推出外緣。呢套機制睇落簡單，但慢先係佢嘅靈魂。石磨轉速通常控制喺每分鐘只轉30到60圈，慢到不可思議。點解一定要咁慢？因為快咗就會發熱，而哪怕淨係升高一點點溫度，都會破壞葉入面嬌貴嘅葉綠素，令翠綠變暗，鮮味流失。所以工匠寧肯慢，都要將摩擦生熱降到最低，代價就係產量低到驚人。一台石磨轉足1個鐘，都只係磨到大約30到40克抹茶粉，夠泡幾十碗茶。而一台手工作製嘅花崗岩石磨本身就要上千蚊美金，呢個就係答案。換成工業磨粉機，1個鐘可以磨出幾十公斤，但嗰種靠蠻力高速碾壓仲會發熱嘅方式，會毀掉抹茶最珍貴嘅顏色同鮮味。所以直到今日，呢種又慢又老又貴嘅石磨，依然係頂級抹茶無可爭議嘅黃金標準。唔係因為情懷，而係因為到目前為止，真係冇任何技術磨得比佢更好。一杯抹茶貴喺邊度？好大一部分就貴喺呢個每粒鐘40克近乎固執嘅慢度。仲有一個好多人忽略嘅細節，磨好嘅抹茶係一種極其嬌貴、容易變心嘅嘢。一磨成粉，香氣就開始流失。最怕光怕熱怕氧氣，三樣嘢撞埋佢，翠綠會褪，鮮味會跑。所以講究嘅茶廠甚至會喺出貨前補磨，將最新鮮嘅狀態留住。頂級抹茶亦都用避光密封鐵罐封裝，將佢同光線空氣徹底隔離。從呢個角度睇，一罐抹茶由磨好嗰刻開始，就一路喺度同時間搏命。講完真抹茶有幾珍貴，接下來呢個秘密可能會令好多人有少少扎心。你花大價錢買嗰罐抹茶，好可能根本配唔上抹茶呢個名。呢度有個好多人唔知嘅真相，抹茶嘅等級，例如你成日聽到嘅儀式級、料理級，其實並冇一個全球統一、受法律嚴格監管嘅標準，佢更多係一種約定俗成嘅講法。儀式級係指用第一批春芽石磨細磨，專門直接點茶飲嘅最高等級。料理級係用嚟加糖加奶、做蛋糕做拿鐵嘅入門款。直接飲會苦澀，正因為冇硬性標準，中間就有咗巨大灰色空間。喺呢一波全球抹茶熱入面，西方市場出現大量商家，把料理級抹茶甚至更次嘅貨，換個包裝貼上儀式級標籤高價賣。而更普遍嘅係，市面上好多買得好平嘅所謂抹茶，根本唔係用碾茶做原料，用石磨出嚟，而係用普通綠茶葉直接打成綠茶粉，再靠色素或者香精去湊嗰個翠綠同味道。佢哋同真正抹茶由原料到工藝根本係兩回事。點樣分辨？最直觀睇顏色。真正高級抹茶係鮮活、翡翠一樣嘅亮綠，劣質綠茶粉往往偏黃偏暗，甚至帶點土褐。其次聞香嘗味，真抹茶入口鮮甜回甘。假貨通常只有乾澀青草味同苦味。下次你為一杯標住儀式級嘅抹茶埋單時，不妨多望佢一眼，嗰抹綠到底係真翡翠定係染出嚟？另外價格都係一個樸素參考，真正用石磨出嚟嘅抹茶成本擺喺度。如果一大罐抹茶賣得異常平，咁佢多半唔係古法做嘅真貨。你以為抹茶淨係日本茶道嗰一碗，咁你就大錯特錯。呢抹綠色早已鋪開一張席捲全球嘅版圖。先講產地，如果淨係算用碾茶做原料，用石磨出嘅真抹茶，日本係最主要產地，尤其宇治、愛知呢啲老牌產區，主攻最高端市場。但如果將全世界所有打住抹茶旗號嘅綠色
粉末都算埋入嚟。日本其實大約只佔1/4，剩低嘅一大縷嚟自世界各地大規模低成本嘅工業化生產，淨係佢哋將抹茶由一種小眾飲品變成滿街都係嘅平價商品。進口量最大嘅係美國，一年超過1000噸，背後仲有一個關鍵引爆點。2007年，一間國際連鎖咖啡巨頭喺全球門店菜單上推出抹茶拿鐵，一下子將抹茶由莊嚴茶室裏面拉咗出嚟，變成人人都點得嘅一杯日常飲料，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今日嘅抹茶早唔止用嚟飲，仲被做成抹茶冰淇淋、抹茶朱古力、抹茶蛋糕、抹茶千層，甚至加咗入護膚品。對好多台灣朋友嚟講，抹茶早就融入日常。日式甜點店裏嗰塊濃到化唔開嘅抹茶生、朱古力、抹茶、提拉米蘇；手搖飲店裏嗰杯加珍珠嘅抹茶拿鐵，抹茶控3個字幾乎成為一種身份認同。同樣一塊喺黑暗入邊長出嚟嘅葉，最後喺全世界各地被泡成千百種唔同嘅樣。而有意思嘅係，抹茶越係紅遍全球，越係被做成一杯杯平價網紅飲料，嗰種用古法慢工細磨出嚟嘅真抹茶，反而越顯稀有珍貴。需求越瘋狂，好貨越難搶，價格都被一路推高。呢股越火越缺嘅勁頭，早就為後面嗰場全球大缺貨埋下伏筆。挖完所有秘密，最後我哋冷靜落嚟，幫呢杯抹茶算一筆總賬。佢了不起嘅一面係實打實嘅。抹茶最迷人嘅地方，在於入面嗰對黃金搭檔茶氨酸同咖啡因。咖啡因幫你提神，而茶氨酸又能撫平咖啡因帶嚟嘅焦躁。於是佢俾你嘅係一種清醒嘅平靜，專注卻唔心慌。再加上你飲抹茶係將成塊葉磨成粉，連渣飲埋，所以佢嘅抗氧化物質比淨係泡葉飲完倒掉嘅綠茶豐富得多。由遮陰到手指採再到慢磨，每一步都需要大量人工同時間。呢個係佢賣得貴，貴得有依據嘅地方。但硬幣另一面，正正就係開頭嗰場抹茶荒。當一個原本極其小眾嘅手工產品突然俾全世界瘋搶，成個體系一下子就繃唔住，需求5年升咗近8倍。但日本抹茶產量實受限於1年只採1季，2024年又撞正極端熱浪減產，根本追唔上。更弊嘅係，日本茶農嚴重老齡化，平均年齡已經超過65歲。後生仔唔願接班，光係語字，仲堅持做頂級儀式級抹茶嘅茶農，據講只剩低大約60戶人家。一片葉嘅珍貴，最後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短缺。仲有一樣嘢要誠實提醒，正因為抹茶係連成塊葉一泡過飲，佢嘅咖啡因同兒茶素攝入量都唔低，飲太多或者空腹猛灌，可能會令人心悸，甚至出現疲勞反彈。而茶葉入面嘅單寧同兒茶素仲會影響人體對鐵質嘅吸收，所以都唔建議正餐前後大量飲。事實上，一碗沖得比較濃嘅抹茶，咖啡因含量並唔低，同咖啡比都唔算少。對咖啡因敏感嘅人，下晝同臨瞓前就要休住。講到底，抹茶係好嘢，但再好嘅嘢都要適量，要識得飲，將佢當成一份需要靜落嚟細品嘅享受，而唔係當水罐，佢先會還返俾你嗰份本該有嘅平直隨。我哋呢趟抹茶之旅，差唔多到站，由黑暗茶園蒸青綠霧，一路行到嗰台緩緩轉動嘅石磨。下次你端起一碗抹茶，不妨諗一諗，嗰抹翡翠綠係一片葉喺黑暗入面熬足1個月換嚟嘅，嗰股鮮甜回甘係採茶人用指尖一塊一塊拆出嚟嘅，而佢貴到令人肉痛嘅價格好大一部分就藏喺嗰台1個鐘先磨40克固執到死嘅石磨入面。呢一勺薄薄嘅綠粉裝住嘅係一整套
由茶園到石磨，全靠人工同時間一點點堆出嚟嘅繁瑣工藝。佢從來都唔只係一杯網紅飲料，而係一片樹葉喺光照時間同大量人工嘅反覆打磨之下做出嚟嘅一樣來之不易嘅嘢。而佢今日鬧出嚟嘅抹茶坊，某程度上都係呢份慢撞上呢個快時代嘅必然結果。咁問題嚟啦，睇完今集你係邊一派？淨係愛純抹茶嗰一口微苦回甘嘅硬核派，蜜茶拿鐵、蜜茶甜點來者不拒嘅甜口派，定係對佢無感，寧肯飲烏龍高山茶嘅傳統派？又或者你分唔分得出手裏嗰杯到底係真抹茶定係綠茶粉？歡迎喺留言區話我知。我哋係食物工廠，帶你轉入餐桌背後嗰啲藏住秘密嘅食物工廠，由24小時不停轉嘅工業流水線，到一台石磨慢磨出嚟嘅一勺翠綠，每一座工廠背後都藏住一個超出你想象嘅食物世界。如果鍾意，記得點讚訂閱，我哋下期繼續揭開每一啖美味背後嘅工業真相。